Hi， 你好啊，我係阿珍姐啊。第15屆全運會即將開始咯喎，香港今次係參與舉辦咗11項嘅賽事添啊！你哋買咗飛未啊？大家嚟到香港參觀呢個賽事之餘，有冇諗過試下香港嘅特色烹調嘅海鮮呢？第15屆全國運動會11月9號至21號喺粵港澳3地舉行。鯉魚門南大門特別設計咗2張全運會優惠嘅海鮮套餐俾大家，價錢每位都係300幾蚊起啫。大家只要早一天訂座，咁就有食到生猛新鮮嘅海鮮套餐啦。你睇下，坐喺大廳就可以睇到整個維多利亞海港啦，一面欣賞美景，一面品嘗美味嘅海鮮，即係人生一大樂事啊！亦可以自由咁樣購買你喜歡嘅海鮮，交俾我哋加工烹調嘅。2樓嘅開放式花園，全面接觸大自然嘅環境，旁邊維多利亞個東面嘅出入口嚟㗎，經常見到唔少嘅郵輪喺度出入，真係近在咫尺啊！